讲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惊破声的蠓仔哥哥啦。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蠓。蠓汉字写作蠓，罗马字写作保昂蠓。蠓本条是第二条，古早嘛有人读作蠓。蠓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，佫会胃病歹亲情，亲像厝蠓仔内面会画日本脑炎的三斑家纹，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、埃及斑纹。斑纹伫台湾民间嘛，定互人叫做花骹蠓。家纹嘛有人讲是厝蠓仔。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，伊住伫山顶真细只，足爱甲你对调调。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，伊就是乌尾，嘛有人叫伊乌须蠓仔，也是乌金光。明明就毋是蠓仔，煞号一个蠓仔的名，拍歹阮的名声。人讲饲鸟鼠，家布地，饲蠓仔，树人会。佫会为着天高热，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。教你一步，阮蠓仔的细囝叫做水蛆，也是使蛤仔虫，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。俗语讲，使蛤仔虫死了了，变无蠓。甲蠓仔囝活的空间清掉，自然因就无法度生存。变那读做变，变无蠓。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，有一寡甲蠓仔有关系的物件，嘛会直接用蠓仔号名，像太蠓仔的蠓仔水，分尸蠓仔的蠓仔香，阁有赶蠓的蠓术啦。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蠓术啦。伫天顶咧行，所以野蠓术啦行云顶，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，干那讲理论，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，毋知一般人的辛苦。俗语讲，互蠓仔脚踢着，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。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蠓，来甲人讲莫想到话。溜蠓、乌尾、水蛆、野蠓术啦行云顶，互蠓仔脚踢着，点点较无蠓。热天到啊，爱定定清厝内搞积水的脚桶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